地的莲友啊，所有的居士大德们，大家早上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章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龙书净土文。那么我们过去的大德啊，就龙书居士嘛，他写了，他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呢，有他独到非常特别的一个看法。他要给我们念佛的末法众生呢，提供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的观念、你的知见不能偏差，你一定要小心。这一句话对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呐，是很要紧、很要紧啊，而且必须要注意的啊，必须要注意的。各位，你看他讲的这段话，使我非常的欣赏，我非常的欣赏。唯心净土，自信弥陀者。一般人，他讲，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对，唯心，我们心就是净土嘛。我们不要杂念，不要妄想，不要有散乱心啊。那不贪不嗔不求，我们的心就是净土。没有这些杂念的话，我们就是净土。对，就是净土。但是很多人说，那我往生西方净土，何必要去呢？有特别讲究。不发愿到西方的人，他觉得说我的心就是净土了，啊，他自认为这样子认定，他认为他自己的心就是净土，为什么一定还要发愿到西方净土呢？那没有必要，都认为多此一举了，多此一举。所以这种修心的法门，也就是我们一般说有一个坐禅的法门呢，很多。提倡就是特别重视，就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就是我自己的本性，就是弥陀，弥陀就是佛啊，我本性就是佛啊。虽然你本性，佛是一个成佛的众生，众生已经成佛了，但是我们呢是还没有成佛的众生，佛性大家都有，心佛众生是平等的。大家都有资格成佛，但是问题呢？你要修啊，你要看破，要放下呀，不要贪求，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你能不能做得到啊？我们凡夫众生学不来嘛，习气太重了嘛，习气太重，我们犯的恶业太深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你看，不生气，不懊恼，不计较，不诽谤，不贪求。各位，一切能看开，任何事情都能放得下啊！你这个才是佛性嘛，没有沾染嘛。我们的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本来都是具足啊，清净我们也没有生灭，自信本是生灭，但是我们呢，看着一个念头，马上就放在内心当中了啊！我们是个着相的嘛，我们是一个着相的众生，跟佛是不一样。佛性是没有挂碍，啊，没有挂碍，无所住心，没有任何东西停留在内心当中，没有。但是我们呢，会不会？会啊，你牢记不忘啊，而且牢不可破，你牢是耿耿于怀。我们很在意，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很污染的。很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虽然道理是没有错，心是净土，自信是弥陀，没有错啊，道理是这样。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做到，众生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层次，知道吗？这种台阶我们没办法站上去，没办法。大而不要，高而不切。阿弥陀佛念佛有没有伟大？这种生死的大法，你看连佛都在赞叹，你说伟不伟大？说众生啊，你们只要念佛，阿弥陀佛要救度你啊！佛都在赞叹阿弥陀佛，你说这个伟不伟大？所有的菩萨都在念阿弥陀佛，那你想看，十方一切诸佛都在介绍阿弥陀佛，都在怎么样？都在赞叹阿弥陀佛啊！广为宣传呢，大家都在介绍阿弥陀佛，所以你这个伟大的佛法，
这个是个生死大法，但是你不要修这种法门的啊，修这种唯心净土、自信弥陀这种啊，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人呢，他这种这么伟大的佛法、生死大法，他不要，他不想要，他不要，他舍去了，高而不切。这个阿弥陀佛的救度法门有没有高妙啊？有没有很至高无上，非常的微妙，非常的殊胜？殊胜在哪里？你看，连地狱的众生都度你呀！任何对象，只要你念佛，阿弥陀永远不舍弃。所以你说你这个法有没有高妙啊？太至高无上了，太微妙了，太殊胜了，各位。那么，但是你不切实去执行，我就修这种法门的人，净土这个唯心净土的人，他不愿意，他觉得，哎呀，看不上眼就对了。他觉得这种法我不需要，他不切实际，不实实在在去执行，不好好用功念佛，他不要，啊，他以为他心就是净土了，他已经心就是佛了，所以他不想念佛。修未到者，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修到这个心是净土、自信弥陀，修不到，你达不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你修不到的人，误人多矣，你就耽误别人太多了。以迷入迷啊，你就耽误大家太多了，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了。那如果跟这种人在学的话，我们毕竟这个是圣人在修的，是菩萨在修的，对不对？过去有大善根的人在修的，大根器的人在修，但是我们是一个凡夫众生呢，杂念丛生呢，罪业深重啊，各位，对不对啊？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嘛。你没有这个智慧可以修到这种程度，大家你修不到了怎么样？你就误了，耽误别人了嘛，就害了别人了嘛，啊，就耽误别人了。所以这个，哎呀，这个非常可怕。不落脚踏实地，持诵修行，这人人必生净土。我们不如啊，不落嘛，就是如果不如要怎么样呢？我脚踏实地。我们要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各位不要花俏啊，不要共高我慢。各位，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持诵修行，好好的念佛，用功的修行，好好把这一句名号好好的抓住，知道吗？而且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念念不忘。我就是好好把这个名号持诵修行，那么人人必生净土。因为念佛就是靠佛，念佛是靠佛。如果你自己不念佛，没有这尊佛可以靠啊，没有可靠，就是靠你自己啊。这叫做自力，靠你自己。你看，如果你念佛就是靠佛，佛让你靠，你看你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拿来跟佛力相比较呢？各位，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如果你念佛，你有持诵，有修行，那么人人一定生净土。念佛，佛就救度你，你永远都安全了，有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尽脱轮回，直接就脱离轮回了，不要在六道再受苦受难了，不要再受苦受难了啊！以戏言无实者，讲话讲得很高调。讲得很好，就很空虚的，不实在。你看，无实者就我做不到啊。这个是画一个饼呐，画一个饼在墙上，哎呦，很好吃哦，这个太甜美了。但是那个是戏言嘛，你讲很好吃很好吃，但是画在墙壁上，根本没有办法拿下来吃，不实用。你无实者就是我们做不到啊，你根本没办法兑现的啊。你做不到，就天地相远矣。这跟天跟地相差这么远，天壤之别。如果你有念佛，你就可以往生；你不念佛，你要修到这样的境界是很难的。尤其目前时下在这个末法年代的一切修行人，一切所有的有心皈依的佛弟子，一定要很清楚看到你自己本身的程度，你要看到这一点。不要把自己本身不是这种材料硬塞在那种菩萨的果位、罗汉的果位那个上面，
那你不是耽误你自己吗？对不对？不对称嘛，不对称。各位，你根本不合身嘛。你本身这个凡夫，你给它放在一个菩萨的位置，你怎么？你看，你根本不搭调嘛。所以我们不是这种材料，我们不要勉强，我们就要脚踏实地，好好的持诵、修行、念佛。那么人人都成净土，好，大家发愿往生，个个都成就了，人人都有希望，人人都有将来过，对不对啊？哎，你千万不要大而不要哎。这么伟大的，所有诸佛都在赞叹的这个大法，但是你却不要；这么高妙、这么微妙的、这么庄严的法，但是你不切实际，不实实在在去执行，好好的念佛，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你就算你不要，但是你又修不到这个程度，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你又修不到，那你怎么办？那就自甘堕落了，自甘堕落，一直不断的轮回。所以这个在龙树净土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段内容，我一看了，太好了，对不对啊？有没有好？太棒了，各位，太棒了，让我们非常的赞叹了，让我们非常的赞叹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哎呦，阿弥陀佛！所以我将这一段话跟大众所有的各地莲友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有一个尺寸，要有一个判断千万不要引迷入迷看到哪一个人他怎样怎样你就到处攀援，到处攀援，这样子耽误你自己，浪费你的生命，践踏你的慧命，太不好了。所以各位，我们一辈子学佛就一次的机会，这一次你没有建立信心知见你没有很好的端正的话，以后堕落了，你看。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永远都遗憾终生了，遗憾终生。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定要小心要小心。谢谢大家，南无阿弥。